来，吴小姐，大概我们说一下今天这个事情发生的经过是怎样？我5点多快6点的时候，我要进佛堂，那个敬茶给神佛敬茶，然后就车停好之后，远远就看到蔡先生从里面骑出来，车上就有一支铁棍，然后下来之后，我跟他道说早安，然后他下来之后就打我了。没讲几句话就打我了，然后就说要给我断脚、断手、断脚，要给我死。那时候这个蔡先生打你的时候，为什么你不赶快逃跑？因为我很怕。你很怕？对，因为他说他就是讲这样子，他打我之后我就很怕了，然后之后他再讲那些要给我死、断手断脚的话之后。我趁他跟我有一段距离的时候，我马上骑摩托车，上摩托车赶快走。他有没有追上来？没有，他就没有追上来。对，他就没有追上来了。所以你早上到佛堂的时候，他已经先在那边等你了。对。他手上拿的那个是铁管还是铁棍？铁管。铁管很长。很长。很长。他大概打了你几下？我不知道了，因为那时候很怕，怎么知道？他就下来就一直打啊。他都一直打你那边，打我手，打我脚，打手跟脚。对啊，然后一直说要让我死掉，让我断手断脚，说这样子刚刚好而已。你那手的伤痕，那我们看一下，都淤青啊对。脚嘞，脚的部分，红肿淤青。所以你去验伤了？我有验伤。这位蔡先生常常去我们佛堂拜拜。他是住附近吗？对，他住附近。然后他多久去那边拜拜？每天都会去。都大概几点？不一定，他有时候六七点，早上6、7点，有时候每天都会去2、3次啊。因为他那一天约我去吃饭，那我说好，然后我就跟他去吃饭，吃完饭之后，我们就去茶坊喝茶，然后就在那边聊天，就开口跟他借8万块，然后他就说好，可是你要跟我去佛堂跟母娘跋杯，跟神明跋杯，神明同意，他就会马上，他晚上就会拿钱借我了。所以当天晚上你们就回到佛堂。下午，那是下午。下午对。所以那天你们就折返回佛堂，吃饭也是在佛堂，他约我去吃的，我说好。所以你们向神明直交跋杯，对。有获得圣交，对。对。所以他就有借你8万块。对。他什么时候拿钱给你的？也是那天当天的晚上拿给我的。当天晚上。拿8万块借你，他都没有要求要写借据，或是说要什么切结书吗？我有要写借据，他说不用。他说不用。对。为什么不用？我也不晓得。他说等一下呢，我说要干嘛？因为我要借你钱之后，我有再回去佛堂跟神明跋杯，神明说你要跟我在一起。那你等一下。在一起的意思是怎样？当他女朋友？对，叫我当他女朋友。然后我就没有多说什么话，我那时候开始害怕，因为只有我跟他在一起而已。然后我想说，就他说我说神明怎么会跟你说这样？他有去在宝贝，神明就这样子跟他讲。然后你等一下就跟我来宾馆，安内啦。你当下的反应是怎样？我当下就很怕，我说我半夜还要工作，我不行啊！钱借给你之后，你说他每天都打电话给你？对，他每天都打给我。那大概几点打？早上有时候7点多，有时候9点多，有时候10点多，然后中午也有打，到了晚上也有打。然后我跟他说我没有空，因为就是那一天借我钱之后，他要叫我跟他去宾馆，我就一点开始害怕他的，就想跟他保持距离这样子。所以他打电话给你都讲什么？我讲说问我在干嘛，然后要我过去他那里找他。
拜。